賬戶被入侵、電腦中毒，唔使慌，今日教你正確嘅應對步驟。網絡安全有一套叫事件應對，即係 incident response 嘅流程，分4步。第一步係隔離，英文叫 containment。中咗招，第一時間要點做？就係即刻拔走上網線或者係熄 WiFi，防止病毒擴散或者係資料外泄。第二步係評估。要冷靜落嚟，確認下件事嘅影響範圍，檢查下有邊啲賬戶受到影響，又有咩重要資料可能已經洩漏咗啦。第三步係修復，英文叫 recovery。呢個時候要開始補救啦，即刻改晒受影響賬戶嘅密碼，再用防毒軟件做一次全面掃描。如果部電腦傷得太重，有需要嘅話，就要從乾淨嘅備份還原系統。第四步係記錄。即係數碼鑑證 forensics， 記低成件事嘅時間線，記低所有異常嘅情況。如果唔見咗錢，記得向警方或者網絡安全罪案科報案。最後要反思點解會中招，事先了解應對流程，好過事後先嚟慌張。